原来赚钱的终极意义根本不是买奢侈品。以前总以为赚钱是为了买限量的包，住大平层的房，直到第一次给爸妈转钱时，不用反复的算余额，直到输完数字点确认，直到自己生病时能毫不犹豫的选最好的医生，才突然懂了，赚钱的意义从来不是贵，而是底气，是自己遇事不慌的底气，是给在乎的人兜底的底气。有人问我币圈能不能来，我没办法说能或不能，但我见过太多的人，有人一夜暴富，也有人一夜归零，但我不得不承认，这个赛道确实是可以赚钱，但能否守得住，那真要看你的认知。快钱来的有多快，走的它就有多急。你要记住，能带你赚钱的从来不是运气，而是你自己对行业的认知，对风险的把控。一定要见好就收，因为行情是一波一波的，错过了这波就得下一波。有角色扮位，就算在寂寞夢內超出